今日星期四，聖誕節，條街上面冇乜人咧。今個聖誕節明顯 feel 到咧就好寒冷，街上面都冇人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香港辣媽。今日聖誕節，辣媽翻嚟巡鋪，發覺今日啲生意同埋啲客流量咧非常之差。當時星期四聖誕節中午咧一定係排隊嘅，今日你睇靜英英冇人㗎，啲人全部都已經出晒去玩啦。根據政府嘅數據顯示咧，今日聖誕節預估呢個七關北上嘅人次咧，亦都有80萬。淨係呢兩日嘅港人北上嘅出關嘅人數頻次已經達到百幾萬，仲加埋去新加坡、泰國其他國家嘅人次，大概會有成200-300萬嘅人次離開香港旅遊。嗱，香港 totally 都係700-800萬人。呢幾日就已經出咗關200-300萬人，你諗下仲留咗幾多人喺香港消費？所以咧，預計今個聖誕全線我哋嘅門店嘅生意額會跌2-3成。我哋又去睇現場，你睇今日真係成個場都好靜啊，好冷清，啲人全部都出晒關，港人北上同埋去度假啦。留翻喺香港嘅消費嘅人數咧，真係寥寥無幾。呢幾日聖誕節啦，係辣媽為大家準備嘅一啲少少嘅聖誕節禮物，嚟自己手工研造嘅奶皮子酸奶，全部都係我哋新鮮研造㗎。嚟辣媽食飯記得食我哋嘅手工研造嘅新鮮奶皮子啊！祝大家聖誕節快樂！我哋嘅奶皮子真係好受到我哋嘅廣大顧客喜歡。依家辣媽翻嚟又要加班加點做多幾百個，送埋呢2日，咁我哋呢個活動就停止㗎啦。手工新鮮現做，做完我哋仲要放入去凍8個鐘，自然發酵，跟住再送到門店。今個聖誕節真係我歷年嚟做咗咁多年餐飲咧，最寒冬嘅一個聖誕。評論區留言話俾辣媽知，你係出咗去玩，淨係留港消費，